毛孔粗大、皮膚又容易紅嘅朋友舉手。如果你中咗以上2點，今日呢條影片你一定要睇啦。最近天氣忽冷忽熱，毛孔粗到不得了，而且仲紅紅地。然後我喺萬寧發現咗呢一支星馬泰超級紅嘅 Skintific 泥膜棒，聽講佢對付毛孔粗大同舒緩泛紅超有效。等我即時嚟實測一下，呢2支泥膜棒真係超方便，轉出嚟就可以直接搽上面，完全唔黐手。重點係佢嘅質地超順滑，唔會好乾。綠泥棒有艾草嘅成分，可以舒緩泛紅嘅皮膚，仲可以幫你深層清潔毛孔。而面下位置我哋會用埋呢一支粉泥棒，幫你做到美白、修復皮膚同改善暗沉問題。敷咗15分鐘之後就可以洗噶啦，皮膚即時感覺到係超清爽同超乾淨，毛孔好似會呼吸一樣通爽。依家我1星期會用2-3次，真係 feel 到毛孔乾淨咗，而且皮膚亦都比較穩定，唔會動不動就泛紅。敏感真係好麻煩噶，皮膚仲好似白咗啲啲。依家萬寧就可以買到 Skintific 泥膜棒啦，真係超推大家。買咗嘅話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